后来打来会当伫咧网络顶买喙暗咯，但是也是有袂少人较惯势到药房去排队。有一寡药房都惊民众等上久，会事先来发号码牌。但是苗栗有一间药房，不时都有民众来骂药师暗讲，讲暗讲这个号码牌发无够夜，所以药房决定咯，不爱发号码牌咯。想要买喙暗，请早起9点乖乖来排队。 药局铁门也未开，想要买喙暗的民众已经排队排真长。等到药局开门，大家一个线一个按照顺序购买。管有代志也是高龄长辈，就是这当伫现场等，因为进前发号码牌服务已经取消。他们觉得发号码牌会觉得我们好像少发了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觉得说直接让民众排队的话，他们会觉得说，有看到人好像比较公平。 药师讲原本是好意发号码牌，想要让大家免伫现场等遐久，但是依照民众质疑，甚至是这怪药师，因此决定所有人就是乖乖伫现场排队，按照顺序买。排队的人直接领比较好，可是辛苦长辈们要这样站，那我们要支持第一线的人员。那唔会来给负担了。哦，不要增加负担了哈，所以不需要发了哈。 大部分的民众认为，只要无造成药局负担，喙暗安怎卖，拢会配合。认为药师已经真辛苦啊，真正若无买到，去别间买，袂伫现场吵闹，或者是骂人，增加药师的困扰。